每日靈修讀經系列，靈動每天，開到水深之處，耶穌比喻30日。第27日，10個年輕姑娘的比喻1。馬太福音25章1至5節，新漢語。那時候，天國就像10個年輕的姑娘，拿着自己的火把出去迎接新郎。他們當中有5個是愚昧的，5個是聰明的。因為那愚昧的拿了火把，卻沒有帶油；那聰明的把油裝在罐子裡，連同自己的火把一併拿着。新郎遲遲未到，他們全都打起瞌睡來，睡着了。從第24章開始，耶穌自知即將會被捕，門徒亦都將會身陷險境，所以一再叮囑佢哋要做好準備。佢接連講咗幾個比喻，教導門徒點解同埋點樣警醒等候。講比喻嘅地點係耶路撒冷嘅橄欖山上，時間係耶穌騎驢進城之後，場景係門徒私下問耶穌有關主來臨的時候同埋這世界終結的時候嘅嗰啲徵兆。比喻呢，就講咗無花果樹嘅比喻、家主與夜賊嘅比喻、忠僕惡僕嘅比喻、10個年輕姑娘嘅比喻同埋才幹嘅比喻。10個年輕姑娘嘅比喻係其中嘅第4個。耶穌話那時候天國就像10個年輕姑娘，拿着自己的火把出去迎接新郎。按猶太嘅結婚習俗，新郎到新娘屋企舉行儀式之後，會連同遊行隊伍返自己嘅屋企擺設婚宴，往往一連慶祝7日。10個年輕姑娘等候迎接新郎，佢哋手中嘅火把需要不時添油先至能夠維持光亮。5個聰明嘅事先就帶多啲油，5個愚昧嘅就冇預備額外嘅油。新郎遲遲都未到，所有姑娘都眼瞓着咗啦。比喻嚟到呢度，讓我哋睇見聰明嘅都會瞌眼瞓㗎。漫長嘅等待本來就容易使到人鬆懈，真正嘅分別唔在於有冇瞓着，而係在於新郎嚟到嘅時候，邊個嘅油仲足夠點亮火把呢？愚昧嘅並非做咗壞事，只係冇諗到等候比預期更加長，冇隨時做好準備。讓我哋一齊思想。第一，5個愚昧嘅姑娘點解冇預備油？係故意帶少咗，定係誤以為已經足夠呢？第二，喺平日嘅生活裏面，你係咪一個成日都有準備嘅人呢？例如出門口會預留緩衝嘅時間，郊遊嘅時候會帶多樽水，陰天又會隨身帶遮呢？第三，當主忽然嚟到，你確信自己已經預備好啦咩？所謂預備好，究竟係要預備啲咩？回應禱告。親愛嘅天父，求你提醒我唔好自以為準備妥當，願我天天都聆聽你嘅話語，思想你嘅教導，遵行你嘅旨意，隨時預備自己嘅心，迎接你嘅再來。奉主耶穌基督嘅名而求，
阿門。